大家有任何甲台语相关的拢有请发言你吼，大家提起来，大家有问题吼。咱顶摆讲迄个入声，大家来记了解啊。现在我在想，那个开始比嘞，那个开始比嘞，对了吼，这资料变了，伊若个开始开嘞，只有对吧？伊若个开始H嘞，所以咱这个讲过来吼，咱大家讲在听起来，大家看第10页。问题大家讲一下，这个入声是较困难的，入声较困难的，咱过来学一遍吼，来，对迄个开始吧吼，第10页吼，第10页，我连按大家做安尼吼，过来过来有诶吼，迄有诶吼后壁就无人斗 PTK 的一桩斗，伊甲斗2个尔。因为你讲安尼 PTK 是伊若无 UP 啊，无迄个 UP 的 ，UP 袂当发音，无迄个 UP 的，嘛无迄个 UK， 我先讲，所以干咱2个，干咱 UT 甲 UH 有无 ？UT 是UH 是过来 EAN A， 过来一个 O 的吼 ，O， 两个 O 的，就是头先 O 啦吼 ，O， 迄来一个 O， 过来 O， 这几个吼，过来即摆这要来头，过来这吼，过来这头啊是 I O， 吼 I。后壁有迄个 hi， 还是 I， 好，过来 过来 you， 过来 we， 咱顶下所有讲过对无？我甲你讲上要紧头一个 YAP 是啥物款的爱来个斗起来吼，咱即来，即摆来看第11条，11条头来吼，你听无？毋知我咧讲你就举手好吼，免客气咯吼，来，第一个用迄个 E 来斗啊 ，E 或者是 IAP 吼 ，E 斗迄压的吼，我迄叶线是迄叶，过来 IATN， 过来 IAT 这你吼要用多分注意吼，你做甲天分都出袂出来，真正出袂出来，所以这。你若有困难，肯定我念，你若讲你听我，你会手机的时候音吼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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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对头迄叶线来吼，咱比如讲，即摆后壁有第3个咧哦，第3个咧大家看下 ，TH 是特嘛吼，特叶有汉语咧看你较紧贴，就是有体啊，你高贴啊，贴，特叶，好念，过来，叶什么？叶就是摄影哦，这叶，上色就袂叶，这是叶，吼叶主要是你哦，人啊超过40岁哦，你袂叶啊，无咧外头啦吼，叶，搁一遍咯，特叶，哦，这是叶就是 IAP， 这你定义嘛爱记起来，这无法度，你就是死背 ，IAP 就是叶。我搁讲一个，这些是最基本的哦，你 IAP 一定爱会晓 ，IAP 就是叶，过来 IAT 就是 A， 来咱来后壁3个咧，来过来 ，PH 就是好对无？好叶片。
目睭悬顶吼，目睭顶头两片白白，吼，两片一片两片一片。过来歌眼见，歌眼见，过来思眼色，思眼色，思就是 S 啦，吼，我咧讲这你有知影啦，吼，过来哦，过来这呀，爱个跳这呀，波呀呀，波呀呀，哦，变倒啊，你吼，办倒要请人去办3点倒，结果来4点倒来这变倒啊，但是讲吼，变机有好啊。以前哦，买油啊，就去国饼有无？国饼，过来哦，下一个哦，下一个安怎？下一个闹钟讲下，思呀下，过来思呀下，后壁迄个嘛是下，迄就是白下下，白下下加一下，白瘦瘦，迄这边读做瘦了，白瘦瘦，迄边读下，白下下。你无起来知要写字是汉字啊？这汉字咯，毋是咱家发明的，都是吼教育部去请足侪，主要是中文系的教授，他们讨论很多很久以后才规定出来的吼。你笑笑，过来，这有这呀，哦，呀就是咧呀，物件咧呀头呀一项呀吼。过来第二，好呀撇。足偏撇，你咧是 IH 撇吼，过来撇，好呀撇，这你用家己念看嘛，好呀撇，过来哦，过来又，啊，毋是要休啦，好又吼，过来，用 IOT 用。哦，这个很重要。以前我常常会搞错，用，你马过来哦，歌用，叫啊会叫，过来哦，过来诗用秀，咱很多回老记家的名是秀吼，秀 SIOK 记起来哦，秀能够分对过来，知用。哦，有人是头前行，你伫后壁用快点用。我讲迄这哦，迄无爱这一这叫做差不多星期日历就是不要巧舌就好哈，用。过来哦，又，哦，你拜年哦，休困哦休，今仔是拜6礼拜吼，一礼拜休就讲休，过来思又秀。过来，又野菜，咱咧元宵中元节吼，又野菜是啥咧？就是这个又，吼又野菜。所有的台语拢有字，但是毋是所有的台语拢有汉字。但汉字是两款，一款做汉字，一款做罗马字。我举例互你听吼，啉烧酒啉甲麻细，迄本来就毋是汉字的物件，吼，伊就无迄汉字啊。你二度去生出来嘛有阿萨布鲁，比如讲你食迄沙西米吼，就本瓦萨米对，沙西米。迄就日本传来台湾，变做日语，变做台湾，变做台语的一部分。阮老爸最爱听垃圾哦，免哪啥。我拢骑只乌多摆，骑乌多摆去倒去，走来走去，乌多摆免哪啥。你会当乌白写乱掰，随便掰一个汉字可以，但是它不是本来的汉字。如果是汉字，汉文化传来，比如说对中原或者迄边对中国大陆长山迄边传来，咱用汉字没有错。但是咱有去吸收到一寡日本的物件，荷兰的东西，荷兰的物件，日本的物件，搁咱原住民的物件，鳄鱼，热天咱搞食鳄鱼，你听有？鳄鱼咱共发做汉字，叫做爱意。即摆讲我要食爱肉啊，其实人本来名是鳄鱼啦，鳄鱼要啥？我哪会知？有一个中文系教授就去学出讲，
一直去想规波去乌查册期间吼，去变规波去变着讲哦，用这两字代表啦。但是迄是到尾才生出来哦。本来二桥是，毋是汉文化咧讲的话啦。所以即摆你若讲二桥，就字大写就写二桥。无死，某节咱无死吼，不高兴。哦，真多咧本来没有那个东西，二桥的本来就好啊，你就落去，二桥就嘛，二桥，安就好啊。哦，比如有一寡本来没有汉字，啊，因为大家一直希望用汉字来写，到尾有一寡教授哦，就去找一寡怪字来答，你拄嘛有好玩吼。所有的台语逐字都贴合写出来，台语只要有音就有字，啊字就是两项，70%-80%是汉字写有，啊内底还佫10%-20%汉字写袂出来。哦，阮老爸最爱食土马豆，你土马豆是我讲的。你看到土马豆就，迄英语土马豆变做日语变做台语，啊土马豆你二度要去生一个汉字，你要生你去生啊。你做老师你去生啊，你本来就唔是啊，啊，徛只斯库达是吼，伊咧赛车路赛只Toyota，你Toyota是我来食Toyota，汉字变来写。人迄本来Toyota就日本传来，就Toyota TOYOTA，啊，就Toyota，你要去写迄汉字，要写一定就是上叫伊讲一定爱写汉字。咱的头壳吼，一定头壳讲古理就是拢去白死去，拢一定爱写汉字，无汉字就唔是字，骗小啊，干那汉字才是字。吼，咱会惊无奈，维园迄功夫叫大家一定都要学的嘛，就是讲有一寡汉字写不出来。啊，它本来就不是汉文化的东西，它本来是平埔族文化，也是南岛语文化的物件，我们就用他们南岛语的那个话来写就好了哈。过来哦，过来这头拄又袂猜，咱国语有这猜谜语，啊，台语有这又袂猜，哈，又袂猜。过来哦，晓，就是咱这个桌啊，挂顶有一个这蛇，迄个茶皮嘛，啊茶皮练久了，拍久，伊会晓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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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唔知晓起来，你若用要背，你会做袂出来吼，晓起来。过来哦，过来这 UAT 哦这碗，科碗团，歌碗管，诗碗算，过来这碗，歌碗挂，诗碗算，哦，这过来这碗，脚骨去碗着碗，哦，你有这字，你敢若有这字，你就趁有够多啊。你长期咧生活，你读个烂字吼，类音无共，头拄仔即位大哥咧讲的吼，你读个烂字都无即个意思，毋知要来写碗，脚骨去碗着你看碗，用注音符号、字符号都做袂知，用这注啊做清楚，碗 UAI， 啊伊入要切甲切断，所以 碗切断碗吼碗，哦，过来只哦，所以干哪这切断，过来碰，你讲碰啊，吼碰吼，过来坑，过来后壁拢袂当拉长哦，因为伊有 PTK 的字，后壁都不能拉长，过来啥，你咧讲啥？哦，所以这你若会晓，慢慢你学晓，你若咧写文章很好用。你先过来有迄个声吼，有那个音你就可以把它写出来。啥？你讲啥？你讲啥？你来，国语就写不出来，你 SANNH 安就好啥？过来哦，好，啊若两字好，我讲有一款咯，这蚵仔也是汉
有一款真衫，有一个袂衫有，啊加落水水安尼，还有这好好有，好好有，好好有，讲语大概讲就是蚵仔袂衫啊，番薯袂衫啊，啊加落都不是不能吃，可以吃，但是不好吃，那口感就奇怪，加落都水水安尼有，还有这好好，好好，好好，这里好好。好，我过来，呀，哦，打兄，去惊着打兄，哦，想过去打兄，哦，咱本来是阿兄是干啦 HIANN 呀，阿兄，哦啊哥哥啊阿兄，但是后壁佫加一个 H 字，就不能拉长，兄，大兄。哦，去惊着大兄，吼兄，过来，客头嘛，你客头，哦，这主要拢咧形容声音啦，过来咧，吼，咱明仔载来去啦，吼，咱明仔载莫去啦，吼，问人家吼，啊吼要来去吼是安尼，吼，安尼，就是安尼啦吼，明仔载咱就，明仔载免来哦，安尼，袂真麻烦袂？哦，来，咱即摆过来吼，咱搁复习一遍好无吼？即摆对第一个所以咧，各落法语助词吼，我人咧讲话是一个语助词，你看你后帮伫咧读图书豆豆跳就去读去用着吼，但是你用家己念看嘛，有困难咱才叫你安尼吼。咱到这大家有啥问题无？是的。这上介困难，咱所有的台语上困难就是即马这部分，就是这个第10页、第11页这入声。伊入声就是要切的，入声吼，一般甲入声拢会较会错乱啦，就是讲感觉像混乱啊，记袂写起来。鸭啦，也是咱咧讲迄鸭水的鸭啦，即摆这头这拢爱基本仔会啊，鸭啦，一啦，一啦，一啦，这头再较会飞。这你就是爱了一寡简单字啊，久就较熟啊，你若较食惯就较熟啊吼。比如你到要甲大家说一句话，无啦吼，较了解你吼，较了委员的来过来了。对，伊今日是咱伊这由这基础班开始先安尼4摆在升级啦吼，4摆升级。搁落去吼，我当时咱二姑会搁开搁刷落去，因为这一般咧上是上12礼拜，12
题咯。安尼即摆我有员讲，安尼4礼拜，安尼较简单的先简单粗片讲一下就好。啊，若要较深入，伊搁伊才搁连到搁开课无，啊，大家有机会，大家才过来，是安好无吼？吼，啊，即摆就是过来，咱咧讲迄个变调吼。改版啦。调咧调咧吼，变调变改，即部分毋敢讲，即摆讲，即摆请大家看。 咱的第22页，这嘛是咱来当浅浅来讲的吼。啊，若袂吼，这无基础就袂互大家看。变会啊，变2啊，变3。第4声会变第8声，第4声吼。你即摆咱是简单用咱课本即个简单先讲一下就好。第4声吼，第4声后壁若是 PTK。 你看这哦，咱先看这是看一个咧，了先看第一个咧，响。迄个食着拿无啦，你听无？有个所在讲这拿无啦，有个所在讲无啦，啊，无啦就是番石榴啦吼，番石榴啦吼。以前个人讲吼，袂使咧拜拜，袂使用拿无啦对无？伊就迄有一个番，若是番咧都毋通拜，番茄毋通拜。 番石榴毋通拜，搁番啥？搁内面番的拢毋通拜。哦，安尼毋好，其实咱拢是番的，咱拢是番就好啦。我问者，你是1945以后，恁是大人，恁来做阿公阿嬷还是爸爸妈妈才对中国大陆过来举手分？啊，若无都拢在地，在地9成以上拢是平埔族的后代。我讲这毋是胡白甲你讲的啊。 你若毋信，啊，咱退落来相信。哦，我讲这拢有根据的，真正，咱拢是平埔族的后代。以前长山讲来的诚少，长山讲过台湾吼，新歌结归完对无？啊，就经过乌水沟，啊10个来6个死，3个老，一个搁回头。真诶哦，乌水沟真危险啊！啊来吼来遮，拢干那查甫袂使带查某的来哦。哦，女众你不能携带女眷哦，啊，拢查甫的来，啊查甫的来遮吼。 长山讲来，啊嘛少数哦，只有少数，毋是很多哦。来吼，来遮，伊要传宗接代咯，就要带遮个番婆，你知影无？番婆是啥？你知影？番婆就是遮个平埔族啊，的小姐啊，毋是带个假哦，迄小姐，因为小姐，迄平埔族拢是母系社会啊，啊假哦母系社会啊，所以啊迄阵，迄女生甲牵手啦，牵来着你着，哦。 牵了你就算讲有一个迄无建立家庭啊，牵手是查某的，牵查甫的哦。婚姻的主动权是在女生哦，女生甲牵来，你就有产妇有厝地，啊，就有一个温暖的家庭，你知无？哦，就有温暖的家庭。你若是你查甫的若过来，你就甲你留下；查甫若面单搁男单要食唔讨谈，女生就甲你赶出去，伊咧包袱甲你等外口，意思就是不要你的，不要你的，我再放手。 本来牵手了，甲你放手你就无啊啦，你就搁继续转去做罗汉脚。啊，罗汉脚即摆秋天哦，咱秋天哦，第一个到迄个秋风若吹了吼，北风若是寒，罗汉脚就干难咯，无地讨谈啊。啊，又饥寒交迫啊，到尾有寒死呢，寒死4点路边了，这4点路边无人插你，你的尸体就在那个路边有这路旁死呢，路旁死呢。 要求4点的路旁是路旁的尸体啊！今天我讲这诚实的哦，这个是真的哦。哦，啊，所以咱吼，若长山讲来，有长山讲，有长山妈拢是平埔族的女生，所以生养下来的后代，哦，所以咱拢是平埔族的后代。啊，咱讲咱是中国大陆迄边来，我袂讲，因为到尾咱清朝甲咱管吼，甲咱管的时阵，甲咱实施汉化教育，哦，就爱读个三字经啦，读一寡中国册啊。 啊，读的哦，你著爱讲这中国这边的话，因为番仔话足歹听，啊穿个番仔衫足歹看，啊著爱讲个，著爱讲个长山迄边的话，穿个长衫迄边的衫，长山迄边的衫，然后慢慢大家就汉化了。记你家己经，咱是原住民，其实咱拢是平埔族的后代，几乎7、8成以上，我敢安尼断定，真的是这样的吼。但是咱拢袂记，因为咱咧袂晓讲啊。 咱的平埔族，咱中华才有做保不杀，
咱即摆甲名国会嘛不杀过，吼啊人迄台南遐时代啊对无？吼啊真侪迄话咱拢袂晓讲啊伊汉话去咯吼。我搁讲一个听，我足侪迄原住民的朋友吼，要做校长，吼像咱田中高中的校长潘如来校长，伊咧泰雅族，伊迄囡仔拢后头嘛汉话，到尾嘛甲咱草台湾，吼啊真侪迄新店遐吼原住民吼。因咧原住民拢因拢包括落，因为趁靠食的吼，靠因咧两极化好诶足好诶，足力争上游诶，伊到尾因拢慢慢汉化以后，他们就忘记把自己的那个本领把它忘记掉啊，所以这岛达一体龙汉化都在汉化正在进行之中哦，而且很快啊咱台湾人嘛咧，咱台湾人伫咧，即摆台语伫咧无。台语大家拢毋讲，到尾台语无去，到尾大家拢变做拢讲国语。你看出去大家拢讲国语对无？所以台语无去，到尾大家拢都是我们你讲台湾人，袂来讲台语，高兴你是台湾人吼，所以无行吼。咱即摆讲这简单记几啊咧，过来，大家看这第22啊吼，敢若记一个咧，本来这个足侪听无记几个，不摆咧吼，比如讲笑。笑，伊笑是第四声呀，吼，啊笑吼，笑，啊两字就变，你袂使原来搁笑哦，笑，头仔迄个笑爱变第8声，变较大声咧，笑，第二个叫小吼变做笑，哦，若念起来，比如讲拔啦笑，安尼吼。这就是讲后壁若是 PPK 是咱即摆干那记一个咧 P 的，吼，这款的吼，第4声变第四声会变第8声，吼，第4声后壁若是第4声后壁若是 PPK 这款后壁若是 PPK， 伊会变做第8声。这规则爱记起来哦。这个咱本来是573217，迄是毋是入声字？迄毋是伫遮呢。即摆干那专门咧讲，干那要讲入声字就好。吼，过来哦，后壁若是 H 的无共款，后壁若 H 的吼，若是 H 的吼，这第四声会变第2声吼，第4声后壁若是 H 的，伊会变做第2声。干那即款，即摆若讲第4声哦，第4声后壁若是 H 的，咱遮记一个咧吼，来讲泡，头拄咧讲，迄猪油泡啊，迄泡有无？猪油啦，以前咧煸猪油，头拄迄个煸，头拄讲的煸猪油煸咧，剩咧迄个做猪油泡啊，迄泡，但是以前迄甘蔗吼，送去迄糖厂快甘蔗快过了后，迄个做甘蔗泡啊。泡吼，迄泡 ，DHOH， 啊你若两个泡念做字变做泡，迄泡是第2声泡，变做泡，安尼吼，迄变做第2声吼，变做麻辣泡，迄个麻辣泡安尼吼，甘蔗泡吼。这变第2声，若是 H 后壁若是 H， 咱知影这个规则安就好。啊，可以举很多例子，我举下去吼，时间也无够吼，咱简单知影就好。即摆过来讲第8声哦，第8声骨，地上很滑骨，咱两个骨做对咧。第8声变第4声倒变，吼，这是 PPK， 造成这两个大倒变，这两个互相相反。第8声吼，若是 PPK， 第8声会变第4声，这个大相反。头拄仔是第4声变第8声，若是后壁若 PPK， 后壁若 PPK 两个天无互相交换，第4声变第8声，第8声变第4声吼。怎么看哦？骨，你袂使用涂骹地上滑，你讲骨袂使安尼。第一个迄个骨变做第8声变第4声变做骨，吼，涂骹骨，啊过来目杂，目杂是啥物件？乌贼啦，迄华语讲乌贼啦，吼，
目眦吼骨骨，目眦骨骨，迄掠迄乌贼吼，你去迄个鱼市卖迄个迄骨骨，安尼吼骨骨，安怎？啊麻啦，应该是麻骨骨啦吼。啊，过来吼，八是第八声，啊这吼八是后壁是 H 的，这第八声后壁若是第八声后壁若是第八声后壁若是 H 的，叫做第三声，第八声后壁若 H 的八吼八，啊你变做两个念做变做八吼皮肤八吼安尼吼，啊咱中部吼你。咱在座有迄个嘉义人的无？你的故乡住伫嘉义以南的有没有？安尼咱即组较辛苦吼，你就爱去找一个朋友吼，住伫嘉义以南的，嘉义啦、台南啦吼，高雄我你甲讲，皮肤很白，他怎么说？因为我皮肤真白。啊，咱这中华吼，你有较麻烦，咱就皮肤真白，好吃不好吃？有好食无？食。啊，你若迄家己以后的哦，真好食，哦，真好食，好食。啊，咱遮咧，咱伫中部咧讲吼，好食，我凊彩口讲的吼，好食，较无那个第八音吼，没有很明确，无大家清楚。演真的就八声嘛，演真的就八声。演真吼，演真因就八声一档。这咱先天吼，咱这个地理环境咱遮吼，太过好生活，彰化好生活，你知无？彰化是一个上好所在，我感觉吼，有真侪人叫我着双台中，我伫彰化住咧着食爽快啦吼。所以你感觉，气候相当真好啊，有风有灾，有雨有台，有风有台，有雨有灾对无？哦啊，另外一年到的灾害不多啊，灾难不多啦，大多数都下雨较侪啦吼。交通又很方便，要吃什么东西都很方便，物产丰富，地灵，人杰对不？因为彰化有啥物通厉害的，然后都真好啊。哦，啊要上山要去山顶，要去海，从一时啊就到位。去山顶差不多10分钟，即马才就山嘛对。要山顶你唔通住高楼地，你要上山要下海都20-30分钟就到了啦，开车都20-30分钟以内就到了啦，有够方便啦。这是讲彰化，啊，台湾无足好，台湾3000公尺以上的山吼，168支啦，哦，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你要上山吼，要下海都1天之内吼可以到台，而且当天可以往返。哦，我不是常朋友去清境农场去迄个这河湾东峰、河湾山吼。河湾山主峰、河湾东峰、石门、三重峰，其实对河湾系列都是当天来回，你去爬河湾北峰、河湾西峰，当天来回哦，当天来回，啊，你厉害无？哦，你去美国山遐济，但是你要爬一个山，迄山吼，伊咧山落安尼，无像咱台湾这赞就对啦，毋是家己学落开始做好个，台湾开始做好个吼，哦。伊就毋知影，彰化人就是有个问题，较爱车花，你知无？啊，就讲较有百货公司啊，台中啊，他可以去逛百货公司啊。你摕钱请我来去逛百货公司，我都不想去，我不爱去啊。那有闲咱来去山行行，无感觉去我去食素对无？啊，去逛迄百货公司哦，迄几楼一楼，搁一楼，哦，有电梯通坐，有2楼通坐啊。但是我以前我去行参在台底啊，我你去行我伫遮无啥趣味，感觉迄吼，啊看迄哦一人趣味一项啦吼。啊，别人爱地方，就是爱较老个的关系啦。我感觉讲，彰化即摆开始嘛要去百货公司就知，伫迄个卫生局，有卫生局遐，有什么成功停车场遐哦，迄要去12楼、14楼的底下4楼吼。你也帮咱去彰化遮嘛足好的吼，咱拍个广告欢迎咱，啊，咱这吼，若是 H 的，后壁来 H 的，皮肤白白。皮肤白白，哦，头啊迄个变做白，就第三声哦，头啊迄个白色，皮肤白的，皮肤白的，皮肤白，皮肤白对哦，PH 白，PH，
白对吧？本来说是白，但是这个白吼，就变做变做第三声，变做第三声。是皮肤白哦，是皮肤白。大家讲者皮肤白。哦，这是讲伊这是讲目，伊这嘛是个目睭哪会白，目睭白，目睭你讲是哦，佮内底有白有无吼？无飞机啊吼，即摆甲咱讲一个大概规则吼，大家知影就好。就是吼，这你若莫插伊，就是若迄第四声会变第几声，头个第几声会变第四声。甲咱啥物款来？甲咱后壁来 H 的，后壁来 H 的，好吼，来 H 的第四声会变第二声，第几声会变第三声，佫干那安尼尔。迄个规则咯，伫咱的22啊，即上简单的即个表。下底有记一寡咧，伊只记这简单，干那记一个咧尔。因为咱无记遐侪咧啦吼。即摆佫来吼，后壁有一寡互大家练习看觅，你练会使来练习看觅吼。后壁有一寡迄跳落来，后壁有一寡表跳落练习啊。佫有咱佫有分一分这吼，内底有一寡书吼，大家家己参考吼，家己参考。咱这时间的关系，咱无法度有一分迄书有迄个家己的语书有无？学语书真天三不有无？大家家己看者，内底无偌济吼。你若是有要进一步了解，因为咱即马，若我有迄个志工伫咧问讲，台语是毋是拢会当写出来？我讲。100分之100拢听无写出来，包括你咧讲话的啥物声，啥物你伫咧迄个啥物款的声拢会写出来就对啦吼。但是有个声，像咧声你讲要写遐尼，吼，迄若我都写，迄字图要写遐尼无啥意思啦吼，你全罗马字就好，就是遐尼参罗马字合起来，安尼咱所谓台语拢听无写甲足像，拢写甲真完整安尼吼。上要紧就是你登记我顶下咧讲的我吼，20几啊，我一定爱记录清楚吼，一定爱记录清楚。我倒起A P 是啥物个？就是第10页，我一定爱记录清楚吼。我登记吼，你家己验看，若是佫无熟，加练入去啦吼。我上回是我无甲你讲，你听用手机啊，甲录音片，登记听几遍吼。即摆有大家到遮，大家有啥物问题有无？你登记真正爱看，你若登记无看，登记这本就甲等边啊吼。安尼一个佫袂记哩，一个佫袂记哩吼。咱佫剩淡薄仔时间吼，我想迄个安平啊，安平你有要讲，甲大家讲啥物？你来讲一下。安平小姐，大家拍者图啊，伊伫遮做大家。像迄个安平对上听迄个安平吼，用要共款音吼，叫做安平小姐哈，来，你讲。安平，就是多谢就是校长啊，就是即马就是最后一堂课啊嘛，就是我们发结业证书啊，不过这结业证书是就是你上过休息的时阵。才有诶，嘿啊，有些人有请假，就是你有代志诶，就是可能就是歹势，就是无分啊，嘿啊，阮就请委员，嘿，啊。咱非常多谢校长。会使讲交流咱台语的一个推动的团队有足久啊，好伫32年了啦，无偌久啦吼，伊用伊足济的经验，足自然教互咱毋知有学起来无？有影无？淡薄啊吼，那安尼吼，校长你敢咧安尼代考一下吼？简单。我大家有是无？大家有，拢100。我看100个，只有我咧压过啊。
好，拍好，给拍成。其他伊会晓，恁嘛会晓，所以咱嘛爱，我若爱，会当讲，但是甲你讲吼，我顶日课嘛无及格，所以吼，实在是爱学，无学讲要考100分是困难，除非像伊迄头拢做好诶吼，咱小可教一下就会晓。不过事实上是真正着爱学，着爱练，爱真正练落会晓。所以你想，安尼上课敢有够？无够吼，所以咱是毋是爱搁继续？哎呀，所以阮即摆咧考虑讲，搁来吼，是想要搁开始搁较进步去的，还是要搁让一班，要搁一班，搁互人搁加接一寡第一批，咱这算第一阶段的啊，吼，初阶第一阶啊，咱即摆是，阮有要继续搁后壁要搁进步，但是咱有要接头前要搁让一班无？还是即摆着要较选，因为咱头前有一班啊嘛，啊，搁有恁啊，第二班啊吼，安尼，但是吼，报名拢我报30几个，阮即摆剩10几个啦，所以吼，我拢感觉无彩。其实有遮尔好老师，有即个所在，搁有恁，若要练，其实是着练起来。恁练起来了，顾咱家己的文化，搁会当传互咱的时势，这是最要紧的代志。所以拜托恁若感觉讲好。请你会当可以鼓励较侪亲戚、朋友，也是咱的时势，厝边头尾会当往来去。我是讲，阮拢欢喜直开，这个若好吼，咱就甲掠咧安尼，我嘛走好无吼？安尼好无好？你校长毋知拍算讲，即摆就要先好刷去啊，要进阶啊，还是头前爱搁十一个？看运动拢好嘛，阮就是讲，因为若大家拢直直咧，我就直直开啦。大家无咧，我就开就散去啊啦。所以主要是看咱，恁若有需要，阮就直直开班去安尼嘛。反正迄咱才去讨论。你即中间毋知有啥物款的建议无？还是有啥物反应无？有啥物需要无？有无？这大家拢足满意啦吼，拢足满意啦吼。你拍好啊好，我足多谢。安尼，我想讲这次机会，搁甲大家提醒几项代志，因为即马拄好，咱的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2年，即马要办，即马9月要办咱的国家语言发展的国家会议，所以请大家有来注意即件代志。咱毋知有啥物款恁感觉重要的，哪会拢无做，哪会当然我有咧注意啦，但是这是咱正人的代志，请大家拢做伙关心。我想问一下吼，咱国家语言发展法，咱的国语毋知啥物话是咱的国语好无？敢知？拜托各位讲好。以前咱拢讲叫做国语有无吼？咱读册时拢讲国语，若无讲国语爱用讲手底啊，爱罚钱的吼。大家拢叫加减无发着，若无发着就是足少年的啦吼。这老的拢发有着的吼。以前拢讲国语，即摆嘛抑阁足侪人讲咱着爱读国语，爱安怎即摆无讲国语啊，即摆咱是叫做国家语言发展法。恁有看咱第一间伫咱的迄个文化馆遐就有遮国家语言发展法，有无？大家拢有吼，拢知影无？知影举手。抑阁足侪人毋知，哇！我安尼我会烦恼死。拢爱去看一下吼，即摆无咧讲国语啊，就是以前你是国民党的时代，甲咱讲，因为爱咱逐个人讲福建话，台语也免讲客语嘛，全逐项拢无去吼。所以即个规个特评咱拢写得足清楚。我想借这个机会甲大家讲我想我应该提一个单元，咱遮过去叫做国语推行委员会，全国的国语政策，所以咱都讲袂使讲台语。结果怎请大家
台湾人袂晓讲台语，你想会落是袂？这是足忝的吼。啊，孙仔甲阿公阿嬷讲话袂通，听无，这嘛足忝，这大家拢知影。所以咱知影，原住民因有推动叫做还我母语，因有即个还我土地、还我母语的即个活动，所以开始因有原住民的基本法，客家嘛有客家基本法，拢有政治法律通过，所以伊因的法律拢有保障哦，台语无。啊，佮为有原民会、原住民的会，咧着完全咧顾原住民的代志。有客家委员会顾客家的代志，台语敢无？有基本法有委员会，台语拢无。因佮有叫做语言发展文化中心，台语嘛无。我今仔日才搁去禀因遐有说，一个原住民的有说，因的语言发展中心哦，着3亿，因的客家着2亿7，咱遮毋知几亿吼，咱遮毋知几亿吼，拢无半亿的吼。啊，所以咱着知影讲吼，其实安尼是无啥道理，但是咱台湾人拢足善良，啊，结果善良较选家己的，就嘛要无去，啊嘛抑阁毋知影通烦恼，啊，所以咱伫遮会占要紧要推动即个。园区要要紧，互大家人来拍，阮就是加细命去努力去争取，所以拜托大家人爱珍惜即个机会，啊要紧，这毋是我个人有法度做，都爱正人，这是咱大家的代志，毋是我的代志。我去7、80岁啊，两年就要无伫个啊，这是真好快哩，我是讲要100岁嘞，我80嘛好啦。所以就是安尼，我讲要紧是讲，逐个都要紧，啊，伫这中间，所以请大家注意，我即马咱请大家上无，咱遮个人都爱知影国家语言发展法的用意，就是讲客家有客家基本法，原住民有原住民基本法，因有委员会，因有中心，因有电视台，因有电台，因有各种，因有几十条的意思，台语拢无，所以咱则努力推动这个。国家语言发展法，即个国，咱知影吼，你若咧讲人来咧解说，你着晓知影，你爱晓讲哦，对无？会晓袂？你像安尼，老师我嘛爱来考试哦。你可能爱会晓考，爱讲会出来，你毋才有使人共说明，对无？所以以后拢爱甲人讲，然后拜托大家家己上无，伫厝内家己的囡仔，你爱讲，无你的囝嘛无就袂晓听台语。你若无讲，你叫伊讲，要叫伊会晓，迄困难。你看咱怎要来学着遮困难啊！啊，你若自细汉伫厝里，伊就是出来，着互伊听，伊着习惯嘛，一定着爱安尼。所以请大家伫厝内，毋是讲啊，家己的母语干那伫厝内讲着好，毋是，是上无伫厝内着一定爱讲啊，搁外口嘛爱讲，但是。厝内一定爱讲，迄上简单的厝内的环境，伫接触的环境一定爱学。所以伫遮，甲大家讲，即摆咱的国家语言就是有台语，有客语，搁有啥物？原住民语，啊，搁有无？啊，搁有无？手语，因讲爱讲叫做台湾手语，因为平平手语有诶别国诶、国际诶比法，甲咱有诶所在嘛无共款，吼有诶所在嘛无共款，所以这上无我是插话啊吼，伊才先好甲大家报告一下，啊，这中间啊，今年伫即个时阵，拄好咱法律有规定讲2年以后会有规定定期爱做报告，定期爱做检讨，即摆拄2年29月就要开国家会议，啊，所以请原来这个信息啊，发展的前面我原来拢会甲大家知影吼。啊，即马啊，阮原来搁咧努力，就是讲咱的台语电视台，其实也毋是叫做电视台，伊是公共电视一个频道尔，一个频道尔吼。所以即马要努力，互伊遮会当正常化，互伊的有算，互伊的组织，互伊的组长会当正常。这拢抑阁是，咱讲抑阁是违章建筑啦。抑阁无，就算讲啊好，无咧先互你去啊，安尼尔咧。哦，因为咱都第二回，啊无努力就无咧。
啊，即马你想有电视台有较好无？上无，阁有一个台，有一个努力，当然抑阁无完全满意，但是上无才会当有一个底。你若咱阁直直努力，阁直直改，直直改，学搁较好。啊，要较好就要靠咱大家啊。好，我想我就先插话啊，我想借机会先阁补充一下。啊，大家若有啥物款的任何的意见，拢会使来甲阮反映。哦，则赶紧招校长，啊，大家搁来努力，啊，搁来想，啊，专家搁来甲咱讨论啊。咱知影明仔载咱有要演电影吼，后日搁有啥物？电影上映啊，电影上人去哦。电影上映啊。啊，迄个咱想的，迄个老师吼，敢若换啊真有名。结果讲一个讲要配，结果即摆一搭我着报名人报满，啊，我昨昏互人骂讲，啊后迄个一搭我你着报满啊，啊这正好的老师来，后迄个限制几十个尔，这毋是踮咧限制，阮实在是爱愈济人来愈好，但是即摆因为肺炎的关系，所以着爱限制吼，我爱上好怎规间拢无我上爱吼，无我共款请老师来，哪有迄个我爱互来哦，我互骂啊。昨暝吼骂过来，后过来打电话来骂。啊，我来甲大家报告，咱的广播赢2赢吼，后来一搭我就满。啊，即马结果毋是干那地方的来尔，结果台北、桃园、苗栗安尼，逐位的，我讲啊，你哪会知影通来？伊讲人伊着看面册的啊，啊，逐位着拢知影通来，啊，连来拢足好，拢足欢喜。另外，你敢知影，咱伫暑假无文化营对无？囡仔无迄个文化营。结果咱就线顶的迄个课程有无？知影人举手敢好？嘛是好袂歹，啊，敢有人参加？拢看 YouTube 的啦。哈？拢看 YouTube 的啦哦， ，YouTube 看 YouTube 的吼， YouTube 的。客袂入来。客袂入来啦，拢看 YouTube 的。一场吼，一个开始500几个入来，邀一个阮规个，这边也无啥啥，阮迄边也无啥啥，这边是好，阮迄边电台遐。敲入来骂啦，讲后迄个拢会当客袂入来吼，啊，结果阮全随用迄个直播随教来做，好啊，啊，全较无骂，到第2礼拜还佫骂，啊，第3礼拜就较无骂啊，佮逐礼拜拢咧骂，啊骂到尾，我话拜托人也无甲你收钱，佮互你骂吼，做工课，互你佮服务无多啥，佮直直甲骂，伊讲阮着客袂入去啊吼，即摆甲咱报告，日本。英国、法国、美国、加拿大、东南亚规个国家，外所有足侪台湾的乡亲拢来，而且拢无退路，遐人拢透早就紧入去。啊，即马暑假拢无就客袂入来啊。啊，即马了就是搁看 YouTube， 啊，咱 YouTube 逐个拢会当去 YouTube 找，啊，遐课拢足好。啊，即马听伊讲，敢若是台湾。即个，因为生态讲伊嘛咧办，但是讲拢几个遐人尔，啊，咱的上无伫迄个入去的，就100个，啊，剩的拢伫 YouTube 的吼，啊，逐日都会当搁继续去听，所以遐课拢足好，逐个拢感觉有路用，所以请你原来会当去看，啊，原来会当甲其他朋友讲，啊，会当继续去学，迄拢是足好的，啊，所以咱逐礼拜，因为逐礼拜都咧进修。我嘛拢偷学足济，因为我逐工拢坐咧遐吼，啊，结果我嘛拢偷学足济吼。本质来讲，我甲大家报告，我本底是足简单，因为我毋是台语文的专家，我着台湾人，我想一定台湾人都爱会晓听会晓讲。啊，我会想我要求较少，上无逐个会晓听会晓讲，我家己要求安尼尔啦，是来讲，哇，即摆一个愈参加，啊，愈看愈济，愈学愈济。啊，愈看愈要紧，啊，足侪物通学，啊，即摆是各种各方面的专家拢直直入来。咱即摆暑假结束到后礼拜2，就是8月底啊吼，搁一场了，咱煞落逐个毋完煞，所以全变改做1礼拜1日，拜六早时共款是10点到11点，逐个会记以后逐礼拜拜六10点到11点，看恁客会入来袂？若客袂入来，你着去 YouTube 看，原来共款看会着来哦，是袂当直接伫遐甲逐个做伙讲话安尼尔，好无？大家知影哦，你家己爱来哦，啊，你爱上无
礼拜爱去甲加一个朋友，搁加一个讲，啊，搁较侪人来，啊，咱做伙推动，才做伙来完成咱台湾人，做一个台湾人家己的自信、家己的骄傲、家己的文化、家己讲。多谢拜托大家好，啊，咱今日好，谢谢的支持。我来遮，咱无人说后边过来，好无吼？你发，我来念嘛，我给你念。无，因家己会晓讲，因台湾的名会晓讲的，人个名会晓讲嘛，就无对就好好。我传一个这厝包互人，有这个姓苏的，我先算搁教一个厝包。OK， 好。我念阿强。真感谢，真感动啦吼！咱委员即规会使讲安尼，即个落年来吼，若对关怀迄个伫咧推荐即个台语研究到即马吼，过25五年吼，这实在拢无幸运啦吼，实在我足钦佩啊！咱大家若村委员遮拍拼，村青友遮拍拼吼，咱台湾文化就有希望啦吼！我即摆叫着的吼，请你来吼。即个请你来头前吼，咱请迄个委员来颁奖吼，即个结业证书吼，白彩虹志工款来。我来叫唔着迄个教育艺术啊，吴小冠志工吼。我喙较甜起来，吴小冠志工。由金松之间吼来，金松，黄美玲之间吼，黄美玲之间，有理哦。李永雄之间，李月珍之间，月珍之间。林春美之间，杨春香之间，杨春香，你最想拍嘅熊渣来？杨秀瑞之间。黄上白之，黄上片之间吼，片落。你迄个片块你搁是咩吼？黄世昌之间。老师
电梯演技感。恭喜恭喜！好，恭喜大家！啊，请大家继续，咱园区听讲9月第1摆就会完工，安尼咱就是拢要搁添布置落去，啊，更加期待大家对每一款的内容会当搁增加更较侪哩吼，所以音乐会当加对音乐的部分加增加，啊，故事的绘本的，大家拢搁增加较侪内容落去，啊，请大家尽量到贡献，到发挥，多谢大家，祝福大家继续努力，多谢。今仔大家看电影，后日来听香港会听的，啊，中秋节咱逐下要办互遮个逐个家庭，啊是囡仔，咱会使联合伊上台讲话，甲中秋节有关的就好，一个嘛会使，两个嘛会使，规家伙要上台讲嘛会使吼。啊，就是爱家己小考试先，你个办法点样做会出来吼？啊，请大家做伙食饼啊，唱歌啊，讲听囡仔，听大人演讲吼，啊是吟诗，啊是讲来说大家较轻松的办法安尼，啊是有搁较好的想法，可能咱迄会早起，即摆也搁咧安排吼，无定迄会早起就当大家做伙来做月饼，啊下晡做伙食饼，啊再食。